中国嘅历史事件特别满34年咯，即国际特赦组织甲台湾嘅晓剧场合作，伫中国也个香港，互人禁止演出嘅舞台剧5月35日搬来到台湾，6月初3特别演出。这出戏是对一对翁仔某开始讲因的囝伫咧历史事件当中来过往，因决定要去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讲出这段无可能放袂记的历史。所有跟他有关的东西，我都想再看最后一次，然后我要去广场。面对家己的囡仔历史的时，伫天安门广场受难，破东爸的母亲人生想要做的上尾一件代志，就是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咧。这是国际特赦组织参台湾晓剧场合作推出以中国历史事件为主题的舞台剧5月35。我们去回看我们的历史，我们看到228，所以在里面，我们也看到白色恐怖。演出当中也有用了一些所谓的台湾的禁歌，然后去讲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时间。那我们要如何在未来避免这样的事情可以再发生？剧场表示，这出戏伫中国无法度演出，伫香港也互人禁止。这出戏原底是由香港历史舞台剧团制作，不过历史舞台因为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今年就自行解散。咁但係因為港區國安法其實係真係一個喺過去亦都試過因為一啲網上嘅言論啦，係會去當個案主去翻香港嘅時候係有機會受到拘捕，咁所以其實我決定喺海外去繼續5月35嘅工作之後咧，其實我係決定我係唔會翻香港咯。我們粵語的那一場的2位獨劇的香港的演員，其實他們也會因為這樣子承受蠻大壓力，因為包括還有家人可能也都還在香港，所以他們其實最後是用會戴上這個面具的方式去演出。歷史事件到今已經34年，香港的藝術表演者列明輝表示，喺香港國安法實施了後，有濟親像歷史紀念館、各項紙條，這寡歷史事件相關的物件，攏喺香港漸漸消失。希望通透過這出戲，會當繼續保存這寡記憶。記者郭文祥隨台北報道。